下哈轮呢就会有唱到俺那个山上狗友班。山城歌谣班哈，一年天在2008年的时候成立的哈。另外呢，在2015年文化局登记更名为此名哈。另外呢，我们的社团哈，那个狗友班哈，部分族群呢共同认同我们的客家文化哈。大家呢都跟他的参加俺那个狗友班。另外呢，他们在每个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9点钟哈，在文化高峰会馆来上课哈。俺不是有7点到9点嘅時間哈，提上課哈，有你現在有興趣嘅朋友哈，你都可以跟他來報名哈。那另外呢，我們的山城歌謠班呢，由我們的楊一如老師所指導哈。那成立多年來呢，都有參加我們高雄市哈比比舉辦的歸島嘅活動哈，來受到台港面的嘅支持後評哈。那我們的團隊山城歌謠班呢，也有經常參加很多的活動，都受到大家的好評。那接下來呢，由唱台港邀請大家，我們用熱情的掌聲來歡迎山上狗友班，眾賞歡迎。再次邀请我们现场所有的客家社团以及所有的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听到声音呢都可以动脚步来到我们舞台区前方哈，会一直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。好，那同时呢，也邀请现场中所有的好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市集摊位去走走逛逛哈，只要消费200元就可以得到摸彩券哦。那待会呢也会陆续有这个摸彩的活动哈。那另外呢，也可以到我们的服务台来填写问卷哈，同样呢也会赠送这个摸彩券，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也都可以一同来参与喽。